我平常也足辛苦在锻炼医疗的歌声，咱搁一届辛苦，咱要追求啥邀请牧师来讲道进前，咱做伙来看一台圣经。这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5章，路加福音第5章，我来念，大家来看。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。当众人围过伊，在听上帝道理的时，耶稣徛伫结园塞的湖边，看见2只船伫湖边，土耳人离开船在洗网，其中一只是西门的。耶稣上去，就请伊将船放较开，就坐伫船里驾驶众人，讲煞就对西门讲：放到深的所在，下网讨鱼。西门应讲：先生，阮昨年摇磨，土拢无，总是因为你的话，我就要下网。因拍落去，就围着鱼真济，忙到尾日，就约别只船的同伴来斗相共，因就来捡鱼满2只船，到尾沉落去，就8只。西门彼得看见安尼，就拍伫耶稣的头讲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有罪的人，因为西门甲当地的人为着因一个拍落去所掠到的鱼，无忘记。西门的同伴西比泰的囝雅各、约翰也是安尼。耶稣对西门讲：无你惊，对这条了后，你要得着人。11节，因已经拖船晚岸，就放下一切来缀伊。愿上帝。